太極拳只有動冇力，動必由心，心自由啦，動先能夠自由。呢個就係莊子嘅逍遙。到咗呢個境界，對方一喐，你就可以將對方提起放出去。呢個就係捨己從人。好啦，嚇！上，我冇啦，你唔揾。按佢個棚出嚟，整唔得嘅。放鬆啲你嘅手勢，你唔俾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啊？你冇餘，no room for movement。啊，你 no room for movement，你要有 room 俾個 movement 啊！嚇，你個 room 唔係你自己轉啊，你先鬆到嚇，你鬆到就係佢自己打自己啊！我鬆到咧，你任何 move， 你每一個 move 都係要將你自己打出去。